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7月17日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新闻的重点。咱看到讲，今年第5号的丹纳斯风台线路高架偏向东边，对咱台湾影响上界大是明仔后日。蔡总统去到第3个邦交国 Saint Vincent and Grenadines， 伊嘛特别感谢因有伫 WHA 替台湾出声。亚洲南边即站有真侪国家拼大雨，印度的大城市孟买有一栋几百年的厝，互大水崩去。观众朋友，咱看到讲，昨暗11点半，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丹纳斯风台海上警报。早起11点半嘛已经发布陆上的警报，是讲现时咱看到丹纳斯的线路有可能会偏向东边，无定着对咱台湾的东部飞过去。咱赶紧来了解气象局上最新的说明。丹纳斯台风目前来到了鹅銮鼻东南方大约4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朝向西北的方向往台湾附近的海域靠近，预计会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造成威胁。另外，在陆地的部分，除了过去的台东跟恒春、屏东之外，目前也把花莲加入到警戒的区域。那以这条路径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丹纳斯台风已通过台湾东部的近海，然后消过边边的陆地之后，往北走的几率是最大的。那从现在这条路径来做预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预测的风力的话，在今天下午这段期间的话，绿岛、兰屿有机会来到11级左右的阵风。那主要的降雨区域会集中在东半部的台东、花莲、宜兰。还有在南部的山区的部分，那最大的雨量未来24小时预估在180到150左右。是啦，咱听到中央气象局咧说明讲，丹纳斯风台咧行的线路高架偏向东边，对咱台湾影响上界大是明仔后日。踮伫咧台东花莲港，阁有加南平洋，也是高雄、屏东这边面，厝体地势较低的观众朋友，咱就爱提防大水雨会去淹着。花莲溪西口正大影，因为看到风台丹纳斯伫东南边海边，以每点钟1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边刷震动，因为路线继续偏向东边，挖近台湾，会威胁台湾东南部。气象局在11点半发布陆上风台警报，已经针对台东和恒春半岛还有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台风的暴风圈就可能影响到台湾的陆地。气象局表示，受台湾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低점阵雨，恒春半岛甲东半部这是有雨的天气形态，而且雨势是愈换愈明显，影响上大是拜4甲拜5。华东甲南部地区应该都要注意会落大雨。气象专家分析，丹纳斯风台路线甲结果，甲2013年康瑞风台差不多。加上拜5是晚流，中南部甲地势较低地区，民众都要特别注意，防止大雨造成灾情。如果这个情况不变的话，它逐渐北上之后呢，它通过台湾的附近继续往北之后，它也是南侧会引进比较旺盛的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它的强对流可能就会对着中南部的陆地来，那到时候可能中南部的降雨的状况也会蛮明显的。另外，专家提醒，在风台中心西边有一个低气压已经形成，因为云气增高，可能会有明显的降雨。按各界观察后续走向，安尼受到风台影响，到早时为止，各个航线取消6架次，拢是台东往返火烧岛甲红头水航班。记者查报道。今日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嘛特别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伊强调讲，简报就要真较量，面对风台来损害嘛是相像。伊嘛讲有甲蔡英文总统通电话，蔡总统特别指示政府各部门一定爱甲灾害应变的工作发落好。
为着要掌握风台上新的动态，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灾害应变中心听地政部等部会干部了后，提示各部会爱督促各级风救灾人员落实整备措施，并且伫10八风台影响上大的时阵，爱做好防灾救灾的工作。基于过去的经验，虽然台风看起来不强，但我们料底从宽，一定要做最严谨的态度面对。根据判断，应该说在明天早上6点会接触，到8点就整个进来了哈，所以刚好这是一个上班的时间。那各个地方政府在整个上班的状况怎么样？我们请各个我们要跟地方政府要做相关的联系。苏贞昌指示风灾爱准备交全，佮含出国访问的总统蔡英文电话连线，和蔡总统掌握国内风台的动态。人伫咧圣文森的蔡总统嘛指示各部门爱做好风灾应变工作。我们一起出访的团队，还有我们留守的团队都随时在掌握这个情势，也都很密切的在追踪整个情况同时，我们跟行政院也都随时保持联络。灾害应变中心是提醒，沿海地区爱有风满楼的危害之外，山区爱注意土石流，有可能造成的孤岛区域，若是必须爱强制撤离，就爱撤离。苏贞昌特别强调，对中央到地方拢爱结合力量，将灾害减到上少。若是有人无重视，也是无要配合风灾的需要，会严正执行应该有的要求。因为风灾救灾袂当放任，一定爱大家全力去做。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若是风台逼近东部海面，南势的外海已经透到10级的阵风。咱台东县的渔民一透早就赶紧甲渔船拔好掉，较袂互风夹去。走绿岛线的客船中昼进前已经有8帮的往回，按算要载2000几名的人客倒转来台东。台东县政府早起8点嘛已经将灾害应变中心设落去了。早起南势外海的风影渐渐变强，天顶嘛乌坎坎，会当感受到丹纳斯风台的威胁。台东富冈的海边啊，影嘛一直升起来海岸，往回绿岛的客轮嘛透风影要伫中昼进前往回各北的船帮，预计要载2000外游客倒来。真侪游客因为丹纳斯风台来提早结束行程，毋过嘛是还阁有游客照原本的计划来绿岛佚佗。被困住也没关系，因为我主要是找朋友。海边上的浪会很大吗？蛮大的我已经有点快要撑不住了。今天早上6点半的时候，陆续有客船前往绿岛疏运旅客。台东地区早起阁是出日头的好天，毋过风渐渐变强。富冈渔港的渔民赶伫咧路上，风台警报发布进前，甲船拔好掉。而且即马阁拄好是台东大目色徛食水的时期，早起农民嘛来过真远这个所在整起风台，避免过枝口树尾来受着伤。先休资了，因为它没办法抛带，所以我们就只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台东地区目前风渐渐地变强。因为天气打扫，所以四界放烟散布。台东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透早8点就已经完成开设，县政府呼吁民众要赶紧做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高雄这方面，韩国瑜市长嘛要求市政府爱做甲零灾害，就是讲无半点的损伤。高雄市水利局已经有传5000粒的沙包、128台抽水机，准备要应变。另外嘛，针对后硬溪大树这段，阁有沼情，新隆路这节特别伫咧清水咯。头前有怪手咧乌溪内底的土，另外一边有人咧修剪树木，避免风大雨大，甲长机吹入去溪当中。现场是高雄的后硬溪，要伫咧风台来进前，甲溪内底的90栋的土挖起来，增加会当容纳的雨水。另外一位新隆路前一阵仔因为连日大雨积水。16号开始清扫嘛，伫咧下方的雨水下水道增加的沙包来挡水，提早分流。污染管制区，所以我们没办法将这些土壤把它清出去，测定就是它没有污染到土壤，都把它运出去，然后增加它整个河面的宽度跟它渠底的一个高层。因为这个风台高雄水利局放5000个沙包伫咧公所，互民众来讨，阁有500个太空包甲肉粽甲随时来调用。嘛，伫全市容易淹水的所在摆128台移动式的抽水机，希望做好的准备。达到高雄市长韩国瑜16号伫咧市政会议当中要求的零灾害。下午3点，我会跟李时川副市长先查一下清淤这一块跟防台有密切的关系。另外6点钟，我会正式进入灾防办，然后我们灾害防治中心来整个来统筹来看看我们防台的准备。
面对就任了后第一个台风，韩国瑜强调，不管到向南部来，拢爱谨慎，因为市府做啥物代志，拢有可能互人放大检视。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咱来看拄则发表的劳保精选报告内面指出，讲劳保基金会提早伫咧公元2026年来破产，是讲劳动部有出来说明讲，单就因为劳保年金改革法案还未通过，行政院明年会拨200亿来补这项。不过劳工团体是讲，200亿都毋是开卖打鼓，若要挽过秋阵，嘛是要对制度详细彻底来改革。有1041万劳工投保的劳工保险会伫7年后破产。上新精算报告显示，破产时间比顶一届精算了的结果提早1年。劳动部指出，劳保财务问题是因为人口高龄化，佮有囡仔生较少造成的。但相关改革草案搁咧等待立法院审议，所以决定先伫明年拨补200亿。为了展现政府就是要积极改善劳保财务的一个决心，那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5月1号已经先核定，劳保其实是一个政府开办的一个社会保险，那政府绝对会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面对，那也会做最后的一个支付的责任。劳动部表示，到5月底为止，劳保基金收支烧扣了后，还有320亿。总金额有将近7000亿，离修法通过以前，会看情形再来评估拨补。但劳工团体认为，这不是长久的做法，根本上要为制度上来修改，唔通让少年人承受负债。原地踏步的结果，只会让问题更加的恶化。面对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到底是留爱还是留债？如果我们选择的是留债，留一个大窟窿天坑给他们的话，那我相信将来对于年轻人、对世代是不公平的。高龄化造成劳工退休了后领较长，少子化造成保费收入减少。劳团认为，这政策袂当回避问题，包括保费调整。退休了后，领钱的年岁延后，佮有投保薪资计算等等，拢必须要斟酌来评估，才有可能为制度面减慢基金破产的困境。记者林永明、曾志成台北报道。顶日啊，中央航空劳工罢工，影响几50万的旅客。到底罢工敢着爱大声预告？咱是毋是规气该写入去法律较有通？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表明讲，那航空业定着是爱，安尼有较好。啊，毋过吼，劳动部徛出来讲，现时当伫咧研究讲，看是要写入去倒一部法律。另外嘛，有学者指出讲，工会罢工都有先投票，这就等于是咧甲大众预告啊，敢无影？中银空服员罢工经过17天，冲击到休热旅游旺季。中银航空取消2000多台航班，影响27万名旅客。罢工有过期，到底是毋是应该明定入法，也再次引起讨论。17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接受广播节目专访，对罢工有过期表态，认为航空业外部影响大，冲击到旅客、交通运输。对航空业罢工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我觉得罢工预告期在航空业是要有，要更明确啦。哈，现在也不是完全没有。那其他的我觉得就不一定。罢工过程，旅行商业工会嘛捌召开记者会，批评航空业罢工造成损害，要求交通部、劳动部爱正视罢工有过期入法。因主张应该明确定伫罢工15天前就爱先有过。所以我们希望是说，确定要罢工到真的要罢工这段时间，一定要有一个罢工预告期的时间。那我们希望争取到的时间是15天。目前国外伫罢工有过期，虽然有2天至14天无一定的限制，但是文化大学柯俊刚教授指出，咱国合法罢工必须要经过一站一站核定的限制，无像国外罢工遐简单。依照劳资争议处理法，罢工必须要由工会发动，袂当由个人发动，而且工会必须要先向地方劳动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若是调解袂成，工会才会当发动罢工投票，会员投票过半数，才会当摕到合法的罢工权。过半数的投票，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方应该都已经知道说，工会到底有没有可能罢工，什么时候大概会罢工。法规一直就是在源头的地方去给它掐得很紧，也就是说不能轻易让工会罢工。进前劳动部表示，在行政院指导之下，罢工有过期，交通部和劳动部正在陆续收集意见研议当中。但是修法是要是民航法，也是劳资争议法，目前也无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甲你报医疗健康的新知识，全世界得到4得症的人口已经有5000多万。现时要判断讲是毋是有影确实得到失智症。
毋是用电脑落去扫头壳，啊无就是抽骨髓出来验。最近伫咧美国研究阿兹海默这款病症的国际大会顶头，有日本的医生出来公布讲，用验血嘛验得出来，准确的比例上悬，已经达到8成8了。当地接受神经科医生检查，今年66岁美国大学退休教授多尔4年半前得到失智症甲 Parkinson's disease， 已经过2摆药接骨层次，但过了个月了后才确定。 It's so difficult at times to come up with a diagnosis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dementia, and all that time we're wondering is a time of anxiety. And if we could cut back on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it takes to get a diagnosis, it would be absolutely wonderful. 多尔教授希望检照确定时间原本可能真紧就能完成了。失智症是种脑部神经退化疾病，其中常常看到阿兹海默症，甲大脑中无正常两白质堆积有关系，也破坏周边神经细胞加速病变。目前的检验方法是脑部扫描甲量骨髓检验，费用真贵，又阁是亲密性的，而且要开真侪时间。伊家早就希望会当用一般验血来检查阿兹海默症。 即马有日本的研究团队讲验血测失智症的正确比例有8成8。This means we can now look to intervene with clinical trials, experimental treatments at a time well before these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he brain, and perhaps when we can prevent their change rather than the more difficult challenge of having to reverse damage to the brain and its neuronal connections. 医界认为，若是验血检查会当完成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标，会当有效减少失智症对人类威胁。目前伫美国某研究团队正在进行相关研究，不过专家认定，话真正应用恐怕还有几6年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大代志，咱来看蔡英文总统已经去到咱第3个邦交国Saint Vincent and Grenadines， 伊来用军礼来表示欢迎。蔡总统即阵嘛专工入去因的国会内底。 恭喜圣敏圣一国当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伊嘛特别感谢因的卫生部长伫咧 WHO 世界卫生大会有替台湾出声。总统蔡英文到会联机面顶行落来，盛文生代理总督杜哥嘛真侪前甲伊来握手，谢国总理龚萨福嘛做伙来甲伊接，蔡总统受到真热情的军礼欢迎，而且伫机场外口，宪国的囡仔人阁会中华民国的国旗来迎接蔡总统。 蔡总统嘛真热情的来甲囡仔人握手，而且真特别的是，这个蔡总统来盛文生要去宪国的国会发表演说，嘛去互大家来注意。I also want to congratulate your countries on being elected as a non-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is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body is a high honor and a great achievement. As long-time allies, we share in your pride. 那要恭喜盛文生，蔡总统佮感谢宪国长期以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替台湾赞声。其中佮要特别感谢的是宪国的卫生部长布朗。Last May at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Mr. Brown said that the interests of Taiwan's 23 million people should not be held ransom by political preferences. His courageous words have stayed with me to this day. 蔡总统佮伫演说结束了后，特别去甲卫生部长布朗来握手，表达伊的感谢，而且达成两国的通判关系，佮毋那安尼。伫蔡总统甲宪国总理康扎夫的见证之下，台湾甲宪国签财政合作协定，还佮有打击下国犯罪协定，要继续深入交流，还佮有司法合作。另外，盛文生国会通过伫台湾设大使馆的决定。蔡总统讲，咱台湾的人民是展开双手来甲因欢迎，而且嘛，望讲新的大使馆会来开拓两国新的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北市长郭文铁，昨伊接受杂志甲网络媒体访问，分析讲总统大选因来甲蔡英文韩国瑜三脚赌，要赢是有较为难，着爱想出原子弹积极的战法。毋过，伊到当时还阁找无即个步。
那就编预算，就照程序走嘛。台北市长郭文哲再去主持里长座谈会，听基层市政报告。因为目前拿到总统初选结果已经出来了，蔡韩对决的态势成型，郭文哲参选的动态也备受关心。不过上新的彭国民调显示，若是明年总统大选，蔡韩郭三卡赌。韩国瑜以36.4%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23.2%，不过郭文哲的支持度只敢拿19.8%，支持度头一届落破2成。分析指出，拿捏归队了后，郭文哲陷入被边缘化的危机。现在要造势，要那个我们也没有花钱，没有什么，所以差不多的。我们台湾曾经研发原子弹，研发到一半就没有了。那你的原子弹是指什么？我在想啊。对民调的数字选到笑看就好，不过郭文哲伫咧接受访谈媒和新新闻专访的时阵，已经强调三卡岛要赢伤困难，搁伫咧上关注大局的选法。不过对拿捏两位对手，伊嘛有做评估，强调讲总统蔡英文已经做3单外，会当收集资料做评估。那对目前执政的绩效，也是当炮批评。老百姓讲的话，他也听不懂太多嘛，不然一立修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如果皇上英明神武，国泰民安。那鬼才要当乞丐。反倒当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所引起的寒流已经超过2014年郭文哲旋风，真歹有笑。那韩国瑜是完全不可测嘛？这个是其实慢慢解读韩流现象，不是韩国一个人的问题啊，是那个 background 的那个背景为什么会形成？点一根火柴丢过去，如果没有汽油在那里，那根火柴就熄了。是不是要参选？郭文哲依然无开嘴，不过无聊直接讲，若是最后决定要参选，恐惊无党籍的身份参选，面对拿捏夹咧台，恐惊就爱搁利用非典型的拍法来吸引中间的选民。记者综合报道。财经上盖新，咱来讲中华经济研究院今日公布上盖新的经济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比较4月因伫咧掠有较减一丝啦，现时是预测讲有2.06%。中华经济研究院是讲，估计成长率会较减，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即阵啊拢有较迟，过来就是因为掠旧年的来做比较，旧年的表现好，今年的数字表现起来，当然就会较平。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他所发布的这个数据是2点多，所以你不能用说这个就有这个稍微的这个正成长就那么样的，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哦，那一切都好像是朝正面发展了。因为美中贸易战呢，的确已经让中国的这个经济呢趋缓了。那中国经济趋缓之后呢，那么所以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需求呢，它的这个成长率呢，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样的这种强劲。随着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需市场呢，也是我们现在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那但是这个中国大陆经济的这个趋缓呢，肯定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受到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冲击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分析讲，未来经济的走势一季一季看升起来。顶半年的成长率拍算是1.7%，第三季、第四季估计还佫会升较悬。经济好主要就是靠民间的消费，甲国内的投资咧带动，尤其是国内的投资，规年度成长6.36%，有影是贡献袂少。来讲日本发现讲，这几年啊，散目愈掠愈少，认定讲就是台湾甲中国才会渔民掠了过头，因为打算要伫咧今年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提出国际性的规定，限定个人都要较准则的，是讲别国敢有要配合，外界嘛拢真关心的咧。由8个国家甲地区成员组成的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16号伫日本东京召开。会议一开始，日本就提出唔望会当制定限制掠散目规定。重要な魚であるサンマの持続的な利用のために早急に適切な資源管理を導入し実施することを切に願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媒体 NHK 报道，日本的散目渔获量为2008年开始有35万吨，了后每一吨拢咧减少，到2017年只剩8万4000吨，无到原本的1/4。不过中国煞增加掠散目的量，由原本的季节限定美食，变成规年透天拢有咧卖食材。另外，因为散目伫台湾是家常料理，台湾嘛增加掠散目比例。统计台湾伫2018年的散目渔获量是17万8千
程度，等于是比日本加要5万吨。所以这届日本特别根据每一个国家掠散卖量进行资源量的估算，显示过去的3档散卖的资源量已经减少到会当永远维持上好猎捕数字的8成。まずはその全体の漁獲をここまでに抑えようっていうところに合意をする。今のうちにきちんとね国際的に漁獲にブレーキをかける仕組み作っておくことが急務です。日本过去万能届伫会议上提出希望应对每一个国家甲地区设置猎捕量的限制，也毋过都向中国以无法度会当显示散卖资源量的科学根据来拒绝限制。这个伫日本提出的数据之下，中国敢会同意限制，嘛变成外界关心的焦点。记者林世东报道。顶日咱有报告讲，农委会今年10月会针对高雄、屏东这5个乡镇试办金蕉收入的保险，中央要搁补助一半的保费，望讲吼，这种金蕉的农民日子会较好过。屏东县政府进前别组的种植的保险，因都拢已经有补助保费，补助1/4啊。所以吼，这回嘛表示讲金蕉收入保险嘛同款的比较办理，是讲高雄市政府这边等到讲吼，因就要搁小调看卖咧。不管大出也是风雨灾后，高屏地区的金蕉价数常常变动真大，造成蕉农收入无稳定。农委会早起正式宣布，将伫个高雄、美浓、旗山、大寮、甲屏东高丘里港试办金蕉收入保险，同价保障收入1年55万，同管70万，只要收成无够就会赔。他为了要加入收入保险，他一定要来登记，登记了以后，那农委会跟各地方政府还有农民团体。更可以来辅导农民，不管他是要内销还是外销，所以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收入保险可以达到所谓的登记的效果。农委会补助一半的保费，农民需要负担的依地区无同，同上加将近5000块，到同最28000几块。屏东县政府嘛当场表示，会搁补助1/4的保费，不过高雄市政府无，有高雄的农民当场发话，希望比较。高雄市政府好像没有补助。是，我们希望我们高雄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补助这个25%？在我们去年编的今年度的执行预算部也并没有这一项部分。对，那我们是目前在评估研究，看看说来年度怎么样的方式做一个形式的搭配。因为过去金蕉作物损害保险，屏东县同款有加补助1/4，但高雄市无。蕉农希望这件高雄莫阁输人。另外，农民多数满意收入保险的设计，有人烦恼金蕉种的面积会因此增加。农委会表示，所来阁会开办各种较会受灾的水果保险，袂单针对金蕉。记者王家川面交款屏东报道。咱来看中华园林大摆边，唔知谁去种几10丛的金蕉树。咱的乡亲烦恼讲，金蕉树、金蕉丛，你若无紧清掉，风台大水来，一定定着会淹水。中华县政府有照乡亲的交代，已经将这个金蕉丛拢清洗煞了。工人伫咧大日头骹甲金蕉树撤掉，毋过这毋是一般的金蕉园，这个地点是园林大牌内底。土刷积起来变成的滩地，嘛唔知影是虾米人种的，毋过已经影响大牌通风，加上风台都要来啊，中华县府赶紧派人来清除。这个我们园林大牌最近发现哈，这个民众会在我们这个滩地上面会种植植物。那最近发现的是香蕉啦哈，那因为有民众反映了之后哈，因为大雨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就尽快去清除，所以在2天之内会把那个香蕉给清除掉。这个滩地长度差不多有100公尺，宽差不多20公尺。顶悬上少有30-40丛的金蕉树，有一寡个已经结出规皮的金蕉。规个金蕉园贯穿万丰桥底，不过当地村长认为，这个金蕉应该是野生的，推测可能是顶游有人把金蕉树的树根带入去大牌，搁再留落来这个滩地，才会生做金蕉园。旁边那个怎么可能1-2层楼高？怎么可能下去种？以前有清淤泥哦，2-3年前清过一次而已，3年前吧。3年后到现在还没清过啦。万丰村长烦恼，若是无赶紧来清除这个土沙，风台大雨一来，就会造成淹水。中华县府水资处表示，会较紧协助处理，嘛呼吁民众唔好伫咧排水系统内底放物件，也是政治任何物件。要若无依水利法规定，上悬会使处5万块的罚款。记者中华综合报道。有一寡大学生经济方面处理较无法度甲支持，较困难、较安斗的，上课以外，就爱搁去做散工。
无法度兼顾学业，甚至讲着爱休学。这几年啊，咱的政府有高教深耕的计划，安排讲互学校替这的学生会当用学习来代替公读。学校安怎样支持学生，互因较安心来学习呢？咱赶紧来看卖。因为今届做技能科南台科大学生洪有双，后个月就要代表台湾到罗西亚参加世界机能比赛西点新制作项目。来自经济弱势家庭的伊讲，加在当初时有利用技职管道，佮加上教育部的奖学金，才当无烦无恼好好啊读册。既有奖学金的话，就是我们入学的时候，既有加分比就要25%以上，对，然后25%以上才有就是1年5万的奖学金，然后可是你每年就是要在前一年有竞赛有获奖，然后下一年才会有继续奖学金，对，然后教育部的话就是要符合他们弱势的，就是身份。二手大学学生苏一美在15岁时阵发生严重的车祸，老爸也因为眼睛过身，和阿母相依为命，后来是靠学习来代替公读。减赚奖学金来照顾阿母。学业优秀奖学金以及专业证照奖学金，这些奖助让我补助我，让我在家境困难的时候有一个希望。教育部在各地大专学校有设用学习来代替公读的助育计划，自107年度到今已经补助16.4亿，佮加上企业赞助的5.4亿，总共有约23万人次的学生受惠，辅导学生来考证照，训练工作能力。互弱势学生袂因为经济问题来对人袂着。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是教育方面的新闻来讲，台中市东区有一间国校的少棒队，近年来伫国内比赛成绩拢袂歹。不过现此时煞有别讲，有一个教练伫宜兰比赛的时阵，因为这个囡仔球员拍输，竟然甲9个球员骹腿讲甲乌青。学校接到投诉了后，赶紧将这个教练改聘。另外嘛，通报社会局、通报教育局了。球场面顶小球员认真练球，就算讲敢若是社团的活动。这是台中市东区一间有野球传统的国小，少棒队的成员上个无练球，9名的球员去互教练拍脚撑、甲小腿拍甲乌青，校方说明已经甲这名教练洗头路。有点散漫，所以他当场就跟学生告诫。那学生也知道，但是回来之后教练还在气头上。所以就对这些孩子做了一些处分，对这位教练已经做好解聘的处分，因为我们调查属实。校方强调，除了关心囡仔的伤，也对球员进行心理的辅导。伊讲，这名教练曾经是学校球队毕业的校友，过去伫学校曾经代表台湾参加过威廉波特的比赛，对囡仔要求渐渐低。伊家长嘛讲，球队还有其他教练嘛有体罚的行为，校方安尼解说。我们有时候碰触到比较私密的地方，比如脚大腿内侧，要在哪里出力，会拿棍子这样提他一下，或者屁股翘太高的这样压下去一下。有时候做这些体能训练的时候，会要求这些动作，那孩子认知不同。球队家长只是指出，适当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每一位家长对体罚的接受度甲定义无相同，人拢有情绪，面对未成年的囡仔，要如何来引导教育？这名教练爱个学习。我最可以接受范围就是以不伤筋动骨为底线。这一次的事件来说，可能会稍微严重了一点。当然，我觉得因为教练毕竟还年轻，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自己该学习的一个过程。涉及到无适当体罚的教练，伫这间高小教野球已经2年外，发生事件了后，校方讲同步向台中市教育局来进行校安的通报，而且要求其他的教练嘛袂用进行着体罚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真侪人咧仿讲用电脑乌炭控，会用咧趁着伫咧网络的世界内面专门咧用的金钱货币。不过吼，若用这个空头当作名目来拐人家投资，实际上钱项煞乌龙蛇道，安尼就真不当。踮伫咧桃园龙潭有一间法年新创公司，现时已经有2000个被害者去互因用这个元素骗去，负责人的翁仔某也已经拢收押了。伫律师甲立委的陪伴之下，柯爸爸7月17日来桃园地检署市联控告乌控公司法年新创科技。柯爸爸的查囝30岁，顶个月20因为投资电子货币乌控机去互诈骗，损失成百万，而且佮感觉家己拖累下线，佮惊讲会有法律责任，压力伤大来自杀，伊要替因查囝讨一个公道。诈骗集团他们不会杀人，但是却害死很多人，真公平正义，真的要把这些诈骗犯全部绳之以法，我一个都不放过。他有
这个工厂，然后也有合约公司开发票这一些的，所以感觉都蛮稳定，感觉是一家很正派的公司。今年过完年之后，就出现一些金流的状况。去用指控诈骗的法年新创公司是伫咧龙潭，号讲是全台湾上大的矿场，卖挖矿机互人来投资，初步估计有要6亿。全台湾的被害者加起来超过2000人，负责人陈书记黄淑霞翁仔某已经去互检方收押。他的吸金手法非常的新颖，他是用很多的实体产业，大家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大家都很放心的把钱投下去。希望法尼的这些投资的受害者、被诈骗人能够勇敢站出来。我们预估全台湾超过2000人以上受害投资的金额高达6亿元以上立委甲律师表示，去互诈骗的被害者因为精神压力有欠的钱伤济，呼吁检调用上紧的速度查到金流的方向。嘛认为法尼公司是集团性的犯案，希望讲检方会当找出其他的共犯，嘛呼吁其他的受害者要赶紧站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家己当少的五股川甲港口川，就是五股湿地这大只，真侪乡亲拢咧争鱼运啊。不过近来有市家业者要来遮建设一架外鸡仔场，村民是认为讲鸡仔场若设落，空气啦、水质啦拢会有败害，大家打出来要求乡公所甲县府，你都唔通发以这场许可的经营证才有影。大声发出诉求，反对设市鸡仔场。嘉义县东石乡五股村和港口村民，伫咧台61线分家大桥附近，要设市鸡仔场的有定地有布条啊抗议，反对市鸡仔场入来。这条就是烫6卡牌，涨潮阮就开水起来，引导这条水入来，放落窟窿底。啊，你怎加洒水排来排去，有诶无诶？啊，鱼啊，若死，啥物负责？伊若来遮饲鸡啊，若有这个禽流感啊，甲迄片皮肤划掉，啊，去迄片皮肤叫损伤，叫死去。这对国际形象啊，拢足歹。所以讲，阮地方坚决无要互伊起鸡场，就对。啊，无大家才来试看卖啊咧。业者按算，伫咧这片土地要申请设3场的市鸡仔场，占地总共1公顷半。东石乡公所表示，地方上反对的声音，因已经有甲业者传达。若是申请资料完整，因嘛必须要依法将申请资料送去县政府做审查。畜牧场设置的部分，还是希望能够与居民妥为沟通啊。那当然，程序的部分，我们还是依照我们农许跟畜牧场的设置的办法去做审核。村民表示，因的鱼运啊，常常拢会放炮啊、赶野鸟，而且逐个月庙时拢有祭典的活动，无适合伫咧遮饲鸡啊。希望业者会当家己取消申请，嘛希望县政府莫阁再发出执照，影响到遮的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嘉义讲完，咱换来讲台南。台南市四昆新、安平港、海口遮，这2日啊留来规堆的粪扫，头尾顶甲500公尺长。你甲看，这种玻璃拢杯啊、塑胶杆啊、玻璃杆啊。台南地保护环境的专家刁水光老师是讲，这个粪扫拍算是按2000克的顶油，去互大雨冲来到海口的。环保局以清海岸的志工，一透早就来到台南安平港南堤海滩上来清粪扫，但是详细看，这个粪扫几乎拢是生活的粪扫，甲过去常常看到的鱼啊、玻璃拢粪扫并无相同。以保特瓶、玻璃拢杯、饮料杯的粪扫上侪，而这个状况伫1礼拜内就出现，互台南社大环境小组研究员曹立光怀疑是来自高雄。大部分是没有看过这些东西，除非是一些台风过后可能会飘起来，比较奇怪，要不然平常的话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第一个怀疑入主垃圾有厂，因为它的后面就是2人席，然后只要它的管制稍微没有做好，下大雨的时候，它后面的垃圾就有可能会冲到2人席里面去。蔡立光是表示，陆地掩埋场是伫2000克边仔，疑似是大雨连日的冲刷，害着粪扫去用冲入去河流，才飘来安平港的蓝田海岸。离离台湾的乡，就是没有回收的那5%，其实那个量很大。我觉得除了在政策上面需要传统布袋戏，今年这个囡仔兄囡仔姐接受日本的邀请，要去演出交流，不过出外条难，步步都要开用。地方的公庙甲企业知影这项消息，出钱出力，
所以这囡仔主演嘛去到宫庙义演答谢，搁祈求神明保庇因这逝出国平安顺遂。庙埕伫搬布袋戏，台语口碑真认同，布袋戏红仔嘛真沙溜。这团布袋戏是婚林斗六石榴国小布袋戏团，因8月份接受邀请去日本表演，做文化交流，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有很多次都在观众的面前表演，所以还好。很开心，然后又很紧张。石榴国小布袋戏团成立几两档，嘛培养出侪人才，一摆出国机会难得，也毋过所费爱开袂少。好佳在有地方公庙甲企业拢真斗相共，出钱搁出力。我们16国小这次说要到日本去表演哦，那我们也感谢我们长和宫管理委员会以及我们主委一直大力的赞助我们16国小各种社团，大家信徒会回来啦。就讲安尼咧欠经费，咱就庙一点意思啦。咱遮囡仔大家做认真啊，真熬。人讲食果子拜树头，囡仔特别去庙埕演，向庙方答谢，嘛祈求神明保庇这逝日本表演平安顺遂。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看到这囡仔主演咧搬戏。真正关键而感觉，对这个古早戏文，有时咱是会当看出现实的人生。因为刚一出戏，足侪站头，即句站头，下暗新闻的郑家豪主播枪在伫新闻中间有讲起，意思就是讲一格一格的戏出来，这吼就爱传统艺术有咧研究，像家豪兄即种的，较会讲出即句站头。刚一出戏的站头，你讲三国内底有周朝杀二匹车。嘛有迄个关公保守过5关，无共戏团咧搬拢无共啦。像我捌听念歌的杨秀卿老师念一站黄河楼，讲周瑜写批邀请刘备，找人请伊过江食酒。孔明看到即张批，甲刘备讲：你做你去都毋免惊。刘备讲：我足惊的哦，讲遮尔好咧都无稳当，即个周瑜是鬼毋是人啊？换孔明甲劝呢，甲改劝安那？讲吼，先生绝对甲你劝讲主公，你毋免心头惊吓，因为吼，你做你甲行。刘备伊就讲啊，讲主公啊，去互先生强逼过府啦。我吼是真惧怕伊周瑜啦。如此好咧，是无好事啦。袂赢，咱就先上书。如此好咧，无好事，袂赢，咱就先上书。讲到遮。观众朋友，你嘛起爱笑，但即句你浅想嘛知影讲，哪有可能三国时代刘备会安尼讲？因为袂赢，咱就先上书。即句话是正好老人台湾俗语啊，是细汉的时阵，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咧讲互你听。另外佫有别句咧，讲安那，讲我做一长腿就留三笑后，讲我做好天就积雨来娘，讲我做剪布就爱剪较亮咧，风台天即摆嘛共款，袂赢，咱就爱先上书。所以吼，刚一个三国嘅出头，个人拢嘛偏无相共。另外，我佫捌听，还有一个国宝级的念歌的艺术家，咱电视咧看迄综艺节目，啥物玉玲珑，迄就是模仿伊的，就是陈美珠甲伊的师姐陈宝贵。美珠伊啊，伊嘛捌念一站三国，伊讲是伊先生啊，伊的头家啊，伊的师傅马吹即个念歌的前辈教伊念的，迄歌句安那编的？编讲吼，周先相。周朝得挟天子令诸侯，人拢称呼伊周先相啊。周先相对官府是上买金落买银，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就是要保守要互关公的心甲收买，连箭炮都送伊身呢。结果官府真正箭炮，新的甲穿内底，旧的箭炮甲穿外口。周朝就甲笑安尼，讲世间哪有人讲甲亲像牛，大家嘛要甲旧衫穿伫咧内底，新衫穿出来外口。换官府甲答讲吼，丞相请你听我禀，迎新起旧是小人。即句迎新起旧，这台湾话固有的成语。那华语中文是讲虚新雅旧，咱台湾话特殊有的，讲迎新起旧是小人。我将旧袍穿顶面，大哥送我的旧袍我穿顶面，就是代念大哥的旧音。所以国情安尼讲，
共款这戏文无共人咧编，就编无共。即个角头，即个站头，三国演义都卷中拢无写着。现代戏术，现代人心片，就是要感动现时咧看戏大卡遮的人客，要打动着因的人生观。你讲看有影无？关金义感古，搬戏来讲人生，赶紧咱过来关心刷落来的新闻。来讲吼，共款是民俗，共款是地方的风俗。平常若讲毋是冬节，啊无就是上元节，才有咧食圆仔。毋过咱台南归人遮，原来有一庄头吼，来到旧历6月15，一年过到一半的时阵，会食半年圆，就是伫咧提醒大家讲，今年已经过一半去咯。地方有一款风俗，源头对来，咱无法度去考察。啊，毋过你甲看因庄头内，大家是拢真注重哦。社区的士大人带囡仔做伙烧圆仔，动作做实手，用大鼎煮熟了后，爱先祭拜祖先，才会当开始食。毋过即天并毋是冬节，是一年过一半的日子，农历6月15，台南市规定地区食半年圆的风俗。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可以找得到的，就是老祖先他们在那个农历的6月15这一天哈，他们会把它比照过年的方式来过这半年。那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半年圆。亲像是过年全家团聚半年圆的传统风俗，就是希望会当为烧圆仔、煮圆仔的过程，规家伙仔会当互相培养感情，嘛提起一年的日子已经过一半。毋过，这个风俗为当时开始已经无法度可证，敢若知影这是伫清朝时期台湾各有的风俗，有真久长的历史。已经濒临看不到实际例子。但是在我们归仁地区跟关庙地区，在仁德地区，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很多老人家，他们还是保有这样的习俗。一起来探讨相关的一个意义跟活动，再来整合，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是我们那个市定的一个民俗。为着要让半年圆伫时代变迁过程豆豆的消息，地方人士拍拼推广，希望会当互更加侪人想开，嘛希望会当争取变成是市定的民俗活动，互这项风俗会当继续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现时有真侪公园，因所设的这游戏场内底囡仔咧耍的，不论牵手啦、楼梯啦，种种这游戏的道具。若讲身体较有各样，也是脑智较有欠欠的囡仔，拢无才调行活去。啊，毋过即马新市行一款共用式的游戏场，就是有无障碍设施，互人都会当行活去耍。屏东第3座大型的共用式的游戏场开始伫咧运用，2500几平，内底欢迎各种的大朋友、小朋友、囡仔兄、囡仔姐，也是各种较有各样的大人，拢听去佚佗。咱来甲看卖。才有大型的厝厝仔，双脚转盘，无障碍亲像。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拢耍了真欢喜。这不是游乐园，这是屏东县的和平公园。这边的环境很棒，然后，设施也很好玩，就是觉得有水，然后这样夏天来可以消暑，也可以玩。空间很大，小朋友都看得到，还蛮安全的，而且做的设施很新啊，目前看起来都小朋友还蛮喜欢的，而且适合老人家过来这边散步。这座总共2500平共用式公园，有真侪特殊的游具，有南高平第一座巨人之家，茅草地会使野餐。若适合家长带囡仔做过来，全区无障碍的设计，嘛正适合新长者来遮佚佗。每次看到人家玩，都觉得很羡慕。我今天可以自己亲自玩，我非常的开心。和平公园内底，无过去定定看到的罐头式游具，伫规划公园进前，县府就举办活动，收集囡仔的需要甲意见，要起一座囡仔人所梦想的公园。去年也率全国之先，来聆听家长们、孩子们、身障者不同的身障业别的大家的需求。和平公园是屏东第3座大型的共用式公园，大家人拢会使伫遮找到囡仔时代的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西螺米是真出名，风台教啊，农民拢咧抢挂稻啊。啊，毋过吼，淡切啊要安怎样保存？咱西螺镇农会年底就要落去设淡切啊低温的保存桶，望讲将淡切啊保存好，打扫的设备才会当发挥上界大的作用。
西丽出产的稻米品质真好，受到消费者的肯定。但是若是拄到风台，也是连续落大雨，农民都爱赶紧挂稻啊。地势还未大的车啊，产生保存甲维护烘搭的问题。烘车的时间差不多爱烘到搭，差不多爱有30点钟左右啊，所以会产生一个问题，讲车挂起来，你要等烘车啊机有空档，恁较有代就烘。要不过等上久，车会臭酸去。为了要改善还未大的车啊保存的问题，西丽农会就向农粮署、县政府争取经费。另外，农会嘛家己总钱，要来设低温保存桶。工程差不多伫年底会当完成。数据的储存桶，就是讲单车啊挂入来，无烘搭，会当咧这个储存内底放只5工，安尼就有效的来利用咱所有的风干设备。西丽农会是目前国内农会内底上大的稻米保存中心，透过增加专业设备，唔但会当减少农民的损失，嘛会当互车啊就地处理，将运送的费用省落来。可以提升很多尸骨的暂存的那个效率。啊，旁边给他讲那个切到入来了后，会去发烧，会去发霉。低温保存的设备估计明年会当正式启用，希望会当替单车啊争取更加侪时间，互大数设备发挥效用，好好来推广西丽的好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万项拢有伊的知识，万项拢有伊的专业。咱来看讲，伫咧路边办道。这款的技艺，有一阵30岁的少年家吼，原来用心要甲传落去，互大家真正会当食到传统的古早味，因搁特别好手艺，正港的台湾菜。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永暗10点，就要招大家做伙来看少年家办道。甘正武是一个无到30岁的少年人，伊的本业是补习班的数学老师。工课以外时间，伊拢伫台湾无共的所在参与各种的民俗活动。2019年，伊和团队做伙来举办2场文化办道，伫咧网络嘛得到真好的回应。上道的时阵，先莫激动，大家先翕相翕了，相机先吃足侪人讲办道啊，想要食办道安尼，我讲好，啊无我来找师傅来做看卖。结果尾也感觉讲，这反应比普通时啊咧介绍，单纯咧介绍文化安尼，更较有人有兴趣。所以就想讲，啊无咱就找食来甲民俗，咱用食甲文化来做合作。甘正武请到沙尘暴正出名的总铺师李君祥，伫咧今年6月举办一场文化办道，伫咧现场料理30年前的手路菜，互大家食。台式蒸饺，台式蒸饺，它再人讲叫做喵西鸭为什么叫喵西鸭尾巴哦。其实伫传统文化内底，食是一个上容易互忽略的啦。吼，但咱逐工拢咧做，通常食，因为逐工拢爱做，时间一直咧累积，所以一定会变做最重要的。活动文化使命是希望会当互大家轻轻松松接触到传统文化，互文化出现伫咧生活当中，互一般人嘛会当体会到传统上水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南亚最近原来真侪国家伫咧做大水，印度遐已经造成将近50个人死亡，170万个人无厝通去住。印度大城市孟买有一栋几百年的厝崩去，目前敢若救出7个人，还佫有12个人应该是已经死亡啊，还有40几个人现时还佫待伫咧厝内底。救援人员将为倒去大楼内底救出查甫人送去病院，不过有人待伫内底，民众嘛甲救援，用工具也是手挖开石头堆，希望找到更多受困者。जे प्रतिनिधी इथे उपस्थित आहेत जवळपास 7 लोकांना आपण डेब्रिसचे खालून वाचवलेलं आहे。印度大城孟买工作时间16，早时11点半，一栋有100年历史的4层楼建筑向倒落来，真侪人闪袂赴向地掉。बारिश आई, बारिश आने के बाद है ना बाद में एकदम हवा आई, हवा आने के बाद है ना एकदम हम लोग को ऐसा लगा कि पतरा गिरा। अब जब मालूम पड़ा ना पब्लिक आवाज है ना तो बोले बिल्डिंग गिरी तो हम लोग सब भागे, हम लोग सब पूरा घर वर सब छोड़ के सब भागे बिल्डिंग देखने के लिए। 孟买当局出动国家灾害应变部队前往救援。根据印度当地媒体报道，这栋楼有住10户的人，才造成这严重死伤。孟买官员表示，这栋100年建筑在2年前已经发包爱重启，不过承包商一直无动工。会调查倒去原因甲相关责任，因为这几是南亚富贵，印度真侪所在做大水，甲有土石流，
雾霾可是10年来上大的大水祸，当地建筑无够载，并被看的落大雨就倒去，这是雾霾10天来第2届类似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是啦，丹纳斯风台明仔后日影响台湾上重，现在是兰屿甲绿岛已经大家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咱同齐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7度；中部上低31度，上悬36度；南部上低11度，上悬35度；东部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再会，多谢你。